我哋屋企同長里貼金嘅淵源要由40幾年前講起。當時我爸爸啱啱創立咗龍麥金箔，咁而長里嘅黃祥先生呢，就成為咗我哋喺香港嘅第一個客戶。就係由嗰一次嘅交易開始啦，我哋兩家人呢一直合作到而家。佢每一片嘅金箔啦，都係由我哋龍麥嘅金啦，同埋長里嘅手藝咧貼上去嘅。咁到咗我同發哥呢一代啦，我哋更加係想一齊去發掘金箔更加多嘅可能性。貼金嘅工序咧，表面睇落係好簡單，但係其實每一個步驟咧都係有學問嘅。例如打底呢一個步驟啦，如果個底打得唔好嘅話，其實之後點樣貼咧都唔會靚嘅。咁手法係唔難學，但係要做得靚咧就真係冇捷徑，要不斷反覆咁去練習。而另一個關鍵咧就係上膠，要用乜嘢嘅貼金膠水呢？要等幾耐先至會乾呢？全部都冇教科書，係全憑咧經驗去判斷嘅啫。太乾咧會貼唔上，太濕咧啲金箔又會唔夠靚。咁嗰一個啱啱好嘅時刻咧，就係工藝精傑嘅所在。至於開金同鋪金咧，其實個手法咧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嚟嘅。因為手法越純熟咧，其實用嘅金箔張數咧就會越少。金箔本身都係一個貴重嘅材料，咁如果鋪得唔好嘅話咧，會直接影響到個成本。每一次咧，我哋都要用一啲硬身少少嘅筆掃啦，咁但係同一時間又唔可以太大力去掃，掃咗出嚟嘅金水咧可以補翻一啲未貼到嘅位置。最後咧，我哋先用一啲軟身嘅筆咧，輕輕咁樣掃走多餘嘅金箔痕跡。咁我哋想個金箔個亮度本身係硬身或者軟身咧，都係要用唔同嘅保護層。喺個過程之中啦，我亦都試過咧喺唔同嘅材質上邊練習，例如係木材啦、陶瓷啦、石啦、玻璃都有嘅。每一種材質嘅特性都唔同，處理嘅手法咧亦都可以話係千變萬化。今次嘅展覽嘅金影共生咧，金影就係代表住金箔照耀嘅光芒。共生亦都係代表住咧，我哋對於金箔同其他工藝結合嘅期盼。用咗唔同材質做嘅洋紫荊花，用唔同嘅方式去展現金銀銅箔嘅可能性。一方面咧要保留傳統之美，一方面咧又要尋求突破。呢一個平衡咧就係對我哋今次最大嘅挑戰。傳統貼金啦，多數就會用喺建築佛像啦。當金箔咧跳出咗傳統嘅框架之後，同唔同嘅材質對話，到底會碰出啲乜嘢嘅火花呢？今次嘅過程咧，令到我更加相信金箔嘅未來咧，仲有無限嘅可能性等住我哋去發掘。